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咁大家都知啦，世界立立亂啊，伊朗又打緊仗，烏克蘭又打緊仗，貿易戰又打緊，美國佬又咁囂張，中國又唔讓步，咁仲有咩股票可以安安全全咁樣等收息、等賺錢呢？嗱，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隻股票咧，收升係未必噶啦，不過咧其實股價咧已經喺高位咧50蚊咧就已經跌咗2/3，得翻1/3嘅啫。咁啊，股價都算係十分之低殘噶啦。現價買少少，過一陣我諗輕輕鬆鬆升50%，我諗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噶啦。事不宜遲，不如大家一齊去研究下呢隻股票啦。咁近排咧一輪急跌之後咧，又做翻個大喐，跌穿咗15蚊之後企穩啦。禮拜五同今日咧其實都出咗大陽燭，咁啊，我覺得係一個見底嘅信號嚟嘅。咁啊，如果佢股價一路企穩咧，我相信挑戰20蚊咧只係開場嘅啫。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我哋頻道主要係分享對大市嘅睇法，同埋我哋嘅投資心得。大家嘅每一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都係我哋創作影片嘅原動力。睇完記得 like 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唔好唔記得撳下個鈴鈴鐘，等我哋咧多啲分享我哋嘅知識。本人並非證監會持牌人士，所提及同埋分析嘅市場資產同埋股票咧，不論係各類形式嘅申述咧，都唔構成任何嘅投資要約、有市邀請建議及推薦。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可以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咧都唔一定賺錢嘅，反而仲可能會招致損失，所以投資者一定要自行小心求證，做足功課，同埋咧揾第三方專業人士俾意見先可以做出你嘅投資決定。冇錯，呢隻咧就係大家都應該熟悉嘅蒙牛乳業啊。2319啊，咁啊作為一隻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內需股啦，亦都係內地咧其中一隻內地嘅乳業龍頭啊，同伊利咧可以話係並駕齊驅㗎。咁冇㗎啦，得佢同伊利咧係獨佔鰲頭嘅啫，龍頭就只有呢兩間公司。唔講你可能唔知啊，其實咧蒙牛咧係恒生指數成分股嚟㗎，一隻大藍籌。咁啊上市以嚟，其實股票咧嘅股價咧都穿越過無數嘅週期㗎啦。咁啊經歷過三聚氰胺事件啦，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中國嘅經濟起起跌跌啊，咁啊最高啊股價其實去到51.5啊，躋身大藍籌，市值1000幾億。咁點解股價會碌到嚟而家呢個田地咧？無他嘅，中國經濟唔好啊嘛，咁啊消費降級，咁啊內需股當然係會首當其衝啦。不過咧而家咧我就覺得佢始終係人民嘅生活必需品嚟嘅，小孩子又要飲奶，老人家而家都話要飲奶喎，健身嘅人又話要飲奶，咁啊仲有好多娛樂製品啊、食品啊，其實咧都慢慢咧會增加咗中國咧嘅人口裏邊咧乳製品嘅攝取量嘅。咁而家已經跌咗咁多啦，我覺得咧已經見底㗎啦。加上其實咧而家大家都講求健康啊，咁啊乳類咧其實就係一樣比較容易可以吸收到均衡營養嘅食物啦，咁所以咧都大行其道㗎啦。再加上中國人口老化咧，咁啊其實好多營養師咧都會建議老人家咧飲翻一啲咧配方粉咧去補充翻啲營養嘅。咁隨住內地咧越嚟越重視老人家啦，亦都越嚟越多老人家係有錢啦，咁相信咧未來咧老人嘅乳製品咧都會提升嘅呢個份量。同埋咧唔講你唔知啊，其實咧而家益生菌咧越嚟越被內地嘅人啊或者國際間咧都重視啊。喺飲食裏邊咧，大家咧都重視翻喺益生菌嘅攝取。咁所以咧蒙牛嘅佢一啲嘅乳酪啊，或者近排收購咗嘅一啲嘅乳酪餐飲公司啊，同埋咧佢好出名嘅乳酪飲品，譬如優益絲啊咁樣咧，我諗咧都會有提振作用嘅。未來應該會係繼續成長嘅嗰個銷售，所以呢間公司嘅前景咧，大家就唔使擔心嘅，因為佢始終係國企啦。咁奶類呢樣戰略資源咧，咁我諗咧國家咧都會牢牢咁把持喺佢而家手上呢間蒙牛度嘅，因為始終牽涉到好多食物安全啊或者人民福祉嘅事項啦。如果再出得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咧，我諗好多人都烏紗不保啊。再加上其實咧要做到咁大間嘅乳業企業咧，佢同好多牧民嘅關係啊，或者好多收奶員嘅一啲嘅投入咧，其實咧都根深蒂固噶啦。咁有好多嘅壁壘咧都好難俾人打破噶啦，應該好少其他嘅乳業可以好似佢咁做到咁大入嚟競爭噶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以估值方面咧同大家做一個 study 啦。唔講你唔知啦，其實咧蒙牛個營業額咧其實同伊利咧係差唔多嘅啫。不過咧而家嘅股價咧約莫等於咧 A 股嘅伊利嘅1/3都冇啊。無他嘅，過往咧佢有啲產能咧就裁減緊啦，整合緊一啲內部嘅資源啦，所以咧就會有啲撥備咧就做咗嘅。喺最新公布嘅業績咧，盈利都係16至18億。咁但係咧唔好唔記得咧，其實咧佢再上半年嘅業績咧，其實咧係見紅啊，蝕緊錢嘅。咁啊拉上補下，其實咧而家個業績咧就已經可以話係咧算係唔錯噶啦，可以企翻穩個業績噶啦。嚟緊咧仲要計埋咧佢之前咧撥備咗嘅20億啊，咁因為佢資源整合啊嘛。如果加埋佢撥備咗嗰20億咧，我相信咧其實佢嘅 P/E 估值咧係得翻13、14倍 P/E 嘅啫。咁隨住佢未來咧個業績咧可以做翻好啲啦，精簡翻多啲嘅架構啦，基於佢過往咧每一年咧都有成80億有多嘅經營現金流啦，咁我覺得咧佢可以做到5至60億嘅盈利嘅。咁換言之咧，其實佢未來咧我相信可以做到10倍 P/E 嘅。再加上其他業務嘅增長啦、內需嘅提振啦，如果佢將來啲奶價有得升啦，種種業務嘅加持咧，輕輕鬆鬆做到60、70億盈利，我覺得唔係好困難嘅。一有盈利嘅增長，咁相信咧估值應該會重估嘅。咁如果佢上翻1000億嘅話，其實都代表佢可以升6至7成噶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另外就係可以對標伊利啦。咁如果大家都營業額係差唔多，我當你升翻上伊利嘅一半啊，都起碼可以升翻上800幾億啊，即係升3成啦。咁呢個已經好保守噶啦。咁睇翻股價啦，蒙牛咧其實喺上年咧10月幾嘅時候咧，股價就見底噶啦。報13個8啦，咁隨住咧恒生指數啊或者大市咧回調咧，其實佢股價咧一路都係穩步上揚嘅。咁近排咧一輪急跌之後咧，又做翻個大喐，跌穿咗15蚊之後企穩啦。禮拜五同今日咧其實都出咗大陽燭，
咁我覺得係一個見底嘅信號嚟嘅。咁如果佢股價一路企穩咧，我相信挑戰20蚊咧，只係開場嘅啫。長遠嚟講咧，上翻25蚊咧，絕對冇難度啊。咁大家只要俾啲耐性，揸緊呢隻股票，相信都會有唔錯嘅收益噶啦。希望呢隻唔係好受大市影響嘅股票，可以為你帶來唔錯嘅收益啦。你對蒙牛呢隻股票又有咩睇法？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留言，我哋可以繼續討論噶。